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初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立法院昨三读通过再生医疗法甲再生医疗制度条例这两个法案，让再生医疗技术细胞源头有法源头的管理，确定相关的规范。未来不是医疗机构就袂当进行再生医疗行为，也禁止用腹肚内胎儿来提供细胞进行再生医疗。违规者相当会当罚2000万。再生医疗制剂条例制定通过。经过10年推动，再生医疗法甲再生医疗制度条例，简单叫做再生医疗商法。初次总算伫立法院三读通过，未来会当提供癌症末期、现行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另外一种治疗升级，同时也会当带动国内再生医疗科技甲产业的发展。再生医疗这边事实上是给目前在一般的治疗之外，还有一些可能性的部分提供再生医疗的治疗。卫福部表示，新法规定执行再生技术进程应该完成人体测验，也毋过病患规格，阁无替代药物的文字疗法，有条件免人体测验。再生医疗甲细胞招揽广告爱用事前审查，细胞来源以生田径为主，胎儿袂当作为细胞组织提供者，非医疗机构袂当执行再生医疗行为，若无会当处200万到2000万的罚款。因为过去就是被大家诟病的，就是说有很多地下的医疗就没有经过规范，没有经过申请。那现在明定就是要经过申请，这样子可以遏制一些乱象。细胞疗法其实它的费用设计的非常高昂，那民众甚至倾家荡产来买这样的一个希望。那针对定期公布的成效报告，也应该完善公布的内容，那这样才有助于民众自我把关。卫福部强调，再生医疗商法，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后，后手会订定相关处罚等配套措施，并今年底进前，保证行政院审期，希望明年新法会当顺利上路。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有一间公共幼儿园，互家长指控不当管教，要求囡仔甲饭食好了，唔食就要甲丢入去便所内底。囡仔的手佫有出现伤痕，园方是赶紧出面甲家长会识咧，嘛承认即个老师无教保员的资格。嘉义市府表示会来甲即个幼儿园开发限期改善。你好。囡仔一日哭袂去上课，手顶头抑佫毋知安怎来伤痕。有家长质疑嘉义市某一间公共幼儿园不当管教，向园方调监视器画面再看，才发现囡仔被迫食中昼顿的白饭加点心日头汤，晚食就带入去便所。就是他可能不吃，然后老师就是处罚他这样子。他其实也不是处罚他啦，还是希望说他要把东西吃完，然后他要这么大力拉他。幼儿园解释讲，便所的门一直拢是开开的，主要是希望囡仔的情绪莫去影响到其他要孝道的囡仔。不过家长是愈看愈唔甘。在侦查当中，老师就把他抓到那个就是厕所，就是请他就是罚站。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确定是不是造成伤害的来源，但是他2只手臂确实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受伤。家长质疑管教的这个生出来教保员的资格，惊讲同款的代志会发生在其他的囡仔身躯顶。园方是当场道歉，也承认这位老师只是行政人员，无教保员资格，明显违规。本府知悉后，已立即派员至该园进行了解，并会启动后续调查。如调查后有查获该园有违法之情事，将依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嘉义市府调查了，确定园方有私底下征用无教保服务人员资格的人，将会处负责人6万块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并且要求幼儿园限期改善。若时间到无改善，查一遍就罚一遍。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警察局逼出贪污的案件，姓宋的保安科秘书甲姓平的公务员，这2个人获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有关本局员警疑涉不法情事，案经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传唤送员应讯，申请羁押，4日裁定羁押禁见。本局除了全力配合检察官依法侦办外，并对于涉案员警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依法予以停职，另追究相关考监责任。有风声传讲，这个案件敢若是有真侪位警官甲电动警仔收乌西钱，甲因斗暗黑。不过检方表示，目前也无法度对外来说明案情。姓宋的保
保安科秘书等等12个人去互检方传唤，其中这3个人嫌疑重大，检方有向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是裁定姓宋的秘书甲姓平公务员这2个人受押，另外姓陆的退休的刑警是互人请回。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云拢较高，嘛较高的落雨，高温有略略降低，咱做回来看温度。今仔日北台湾的气温大约是25度至26度，其他所在是27度至30度。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会较高落阵雨，东半部的地区嘛是侪云会落湿啊雨的天气。一直到拜5、拜6才会较好天。因若即个5日节的连假，因为透西南风，天气会较湿较热，过昼嘛得爱注意可能会落西北雨。咱即阵啊，拢咧落黄霜雨，全台湾的水库水量是有较增加。不过北部石门水库的水量敢若回升到3.5，中南部石冈坝、白河水库甲阿公店水库等等，蓄水率嘛无到5成，这水情也是无正乐观。又搁要变天，初5拜3开始，对华南云雨区向东边行煞，西北部落雨的范围搁较宽，东北部嘛有短暂阵雨。因若初8、拜6、5日节连假，天气较沤湿，过到了后，较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在台湾附近是暖湿，首先是暖湿啊，天气闷热，提醒大家留意。然后至于南部、东南部，甚至在中部地区，会随着风向变化，还属于整天断续会下短暂性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各地则是中午以后会有午后的雷阵雨。这礼拜方面到位，为台湾带来雨势不哩啊大，全台湾水库欠水量拢有增加。不过到初4早起7点为止，中央北部用水的石门水库欠水率干那35.1%，其他的像台中石冈坝、台南白河水库、杉文水库、高雄阿公店水库等等，欠水率拢无到5成，水情持续紧张。石门水库它从5月开始它的水库的蓄水率，因为几波的封面，它就逐渐的好转，那蓄水率慢慢的爬升。那这个是从枯水期转为丰水期的过程中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水利署表示，桃园、新竹、苗栗水库整体水情已经明显有较稳定，虽然还是有方面，今年水情还是较乐观。因若气象署提醒民众，未来1礼拜天气较无稳定，民众若是出门会记得爱罩雨伞或者是雨帽。记者综合报道。家人伫条景公园的路口发生崩山，交通部长李明安昨去视察，强调可能是因为地动佮落大雨才会崩落来，因为连落来石头较大粒，需要崩破处理，山壁嘛需要佮修复，所以按算后礼拜2、11才会当来通车。交通部长李明安透早就去指挥中心听公路局的简报，要来了解目前作业的情形，了解当地地质的结构。因为嘉南北陵路条景公园的路段发生大面积的崩山，崩落来土坝差不多有12000立方公尺。不过，这个路段是属于并无明显无稳定现象4级的边坡。过去捌发生过小规模的路石，不过迄当初有做处理。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嘛无发生小规模崩塌的情形。那这一次的研判是因为地震再加上豪雨，那造成比较深层的一个崩塌。怎么样加强监控？后续我们会请公路总局做相关的方案的这个研拟。公路局透过空翕机的影像，做3D 建模的影片，重现崩山事故的现场。土石甲车路抬起来，还有受到牵连的10架车、甲2台奥拓摆，还有边仔相关的景象，拢有呈现出来。这对后续要修理车路嘛有帮助。因若初4早起，公路局派大型的吊车，甲吊伫内底的车一架一架吊出来。李明安强调讲，受损的车会由公路局后续以天灾或者是相关问题展开各部的停驶，而且会赶紧修理好路会通，减少民众的不便。尽量要把这个路赶快把它畅通开，这样的话，大家不管我们当地的人还是周边的人，交通能便利，这是最重要。嘉南市长贾国良中昼嘛利用议会总这顺休困的时间，佫一家去现场视察抢通的情形。因为崩山地点的沿线山壁是沙野岩，边坡不稳定。有市议员质疑讲，这个所在永过就捌发生过土石崩塌，公路局干那做护栏，并无积极改善地质不稳定的问题。就我们看起来现在今天发生这样的状况，就代表其实维护措施可能做得还不够。对于我们基隆市本身自己在养护的部分，
那我们一方面来用防灾准备金来进行救灾，也用我们自己的预算来去做50流域这个比较危险的地区的一个监测。另外，伫崩塌的现场附近有一粒小型的油槽，渔会烦恼会阁有石头落落来，造成危险，马派车来把油箱抽出来。上面是这个计时，我们也怕说到时候有什么闪失或是意外，所以我们先把油抽走。面对大面积的崩山，公路局强调讲，因为真侪大粒的石头爱先分解，加上边坡危险，会先甲边坡表面做初步的处理，确保基本安全。结果以每一天超出2000立方公尺的土木为进度，按算10亿恢复双向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基隆条景公园发生崩山，有学者的分析，一日本地就是防列做高风险的地区，研判是地动雨沙架的这里旁扩大，即阵落大雨水阁摄入去土坝内底，才会甲山架撒出去。这个所在的报道真惊，海大学者指出，早就已经防地做落石高风险区，地质是有环向破裂面，山坑背后也有真侪冲向这里，研判是真正发生的地动，虽然强度无大，也毋过加减会互必顺扩大，佮加上连日大雨，所以造成山崩。水从上方进入我们的这个逆向波的后面的裂缝里面啊，那这个水压的蓄积它需要时间，水压的蓄积之后呢，就会比较容易把边坡推出来。崩塌地边仔的边坡会当看到有时不看到，也毋过详细看，其实也有进行过挂网喷浆稳定边坡顶工程。地质学者认为，规片青连连其实是假象。这次的崩塌地点是会骗人的，砂岩的逆向坡不应该那样一片绿油油的啊，表示它已经高度风化了，岩石已经腐朽了，那个强度降低了，所以当然会找个机会会滑下来。专家指出，这个所在是山崩甲地骨地质敏感区，是日向也是石膏堡。虽然进行过表层护堡加种树啊，也毋过感觉颠倒风砍掉的，较歹观察表面水系变化。另外也指出，敢若伫地面巡检是真不足，应该搁爱用航照图加空气机监测顶边部的变化。我们用无人机搭配 AI 科技，进行所谓的坡顶人工边坡滑动面的一个判识呢，辅以所谓的人工巡检，不能单靠人工巡检。先做地质调查，那上面坡的这个岩块我们会用盐酸去固定这个边坡坡面的保护，然后把这个坡面稳定下来。学者指出，10多年前大石头连伫北陵路了后，只要是雨量超过60毫米就会封路。也毋过这摆山崩煞伫无雨的状况发生，显示这会当透过加强巡检来应用。尤其伫风台也是大雨过了后，更加爱提悬巡检强度。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台师大审测中心公布今年国中教育会考，国考的等级加标是对照写了对的题目数量。国文、社会甲自然这3科要摕到 A++ 的成绩，上济敢若会当毋着2条题目。拜5早起8点开始会开放大家上网去查成绩。过来是《联合报》。民众欠缴会防强制执行甲保险解约，为着要避免去影响到民众基本生活保障，金管会宣布要推动保险法修法，包括产险、健康险等等8种类型的保险唔免防强制执行。落尾是自由时报。立法院昨三读通过地方民意代表的费用给付甲村里长事务补助费的补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增加地方民代助理的补助费和为民服务费。也个伫过年期间，村长、里长会当加领1个月半的事务补助费等等。内政部估计国库的支出会增加19亿800多万。再来关心国防部公布，昨中国又有23座军机配合军舰做联合战备警巡来侵扰台海。针对着中国的威胁，美国总统拜登接受专访的时，表明中国若是动用武力来拍台湾，无排除会出动美军保卫台湾。美国的媒体嘛指出，美国国防部伫2022年就成立对台高级整合小组，要来提悬对台湾军事援助的效率。另外，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明仔载初6特别伫台北举办，今年拢总有27间美国的国防厂商会来参加。
国防部伫咧随时公布，自早起8点20分开始，总共侦获歼16、运8加无人机等23台次的强机鸟台，来配合强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伫吹哨几工，由8台强舰、4台中国的海警船加19台次的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面对强军继续的侵扰，根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的报道，美国国防部2022年就由副部长史克斯成立一个秘密的对台高级整合小组，主要伫咧提悬对台军援效率抑个协调的工作。报道内面讲，这是5角大楼第一遍为非战争伙伴组建高级的整合小组，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台湾战略的重视。用意就是快速打破美国各个行政机关，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国安会等等的这种协调工作，国防厂商这种生产的速度，来快速交付台湾的这个所需的防卫武器。美国众议院半款委员会是有告讲，将会审议一项预算法案，其中包括提供给台湾5亿美金的外国军事用资，也个上济20亿美金的贷款加贷款担保。来强化台湾的核武力对抗中国。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友人持续展现对台支持，也将密切关注该法案的后续进展。去年由前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卢德所带团来台湾参加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虽然再一遍伫台北进行。美国国防承包商的规模自25间变做27间，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贝尔，也个无人攻击艇公司。伫访台期间，将会摆回政府高层，就无人机、军工产业加相关学研交换意见，并且计划要参访中科院一个汉翔公司。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无放弃动用武力来拍台湾，专家就指出，若是发生战争，中共可能会指挥平常时就渗透暗中伫台湾的第5纵队，针对台湾的关键基础建设来做破坏。有官员就指出，伫台湾的第5纵队有愈来愈侪人的出世，甚至有立委指出，恐惊有到10万人遮尔济，呼吁国安单位应该建立相关的风险标准来进行管理。面对中共新冠台海紧张情势，国军伫咧去年的汉光演习，特别针对台北车站加炼油厂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加强演练，防止伫咧战争的时阵，伫中共的第5纵队渗透破坏。目前伫台湾的第5纵队人数有到4-5千人，包括来台湾的中国人、中国籍的配偶，伫台湾发展组织，由个人甲恶道帮派被吸收。若是两方发生冲突，这个人恐惊配合中共的执行。有立委也警告讲，伫战争时阵，高风险族群的人有要到10万人。针对这些基础建设，增加我们的设备能量还有投资，才可以确保说，不管他们在台湾，不管你所谓他们的这个敌人的协力的这些单位人数有多少，我们都能够拥有更好的准备。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础设施，每次大跳电、大停电，不是都是松鼠、小鸟或是一个椅子碰到什么，这些都是可能的第5纵队，政府要好好的去做。第5纵队不同时伫台湾进行渗透、占卜，对台湾攻击的手段正多元，唔单单只是武力的压制，也佫包括操作认知作战、发动网络骇客攻击。具体目标是锁定中油、台水、台电、便宜、科学园区、通信传播等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伫目前全台湾差不多有300外所在，国军有注意到强军的目的，也做好反制手段，甲1年期的义务役纳入宪兵，做伙来协防，配合保利纵队宪警联手，强化防卫部署。那么战时会由重要目标防护部队来进驻，负责统筹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单位之内的保警、民防团队以及特种防护团等等单位，来确保设施的安全。主要的系统停摆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有备用的系统，让它立刻接手运转？那你会需要机动性，比方说可以在出发生状况的时候，很快的去归因它的那个就是了解它是怎么回事，并且快速的去修复或者是快速去应对。学者分析，第5纵队不是反台主要战略，是制造社会动荡，减弱台湾民生士气。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也发动无剧本的演习。针对网络骇客，第5纵队可能攻击人员、政府机关、台积电，强化紧急应变的防护能力。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国际电脑展伫昨开幕 ，Intel 的执行长季辛格演说的时阵讲到，要和台湾的同伴做伙合作，搁再改变世界。另外，总统赖清德致辞的时嘛表示，会搁招各大厂商做伙来打造 AI 智慧岛。Intel 执行长季辛格测试伫台北国际电脑展览做主题演讲。一个开场就用华语甲大家小借问，讲出 AI 未来安怎伫资料中心、PC 的运用，开创新的可能。AI continuum from semiconductors through products, and that starts with the Intel Foundry. And chips are the he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world needs more flexible and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And this has given rise to us creating the world's first system foundry for the AI era. 季辛格表示 ，Intel 从1985年伫台湾营运，明年都是第40年啊。用 Intel 甲台湾的头一个英语字母，夹起来都是代表资讯科技 IT。透过 Intel 甲台湾合作，希望会当改变世界。不过伫台顶的时阵，伊嘛反驳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讲 Intel 传统处理器伫 AI 时代会失去动力的看法。Unlike what Jensen might have you believe, Moore's Law is alive and well, and Taiwan continues to play a central role. 季辛格认为讲 ，Intel 当咧开发有关 AI 解决的方案，未来每一个装置拢会变做 AI 装置，每一间公司会变做 AI 公司，世界拢是 AI。应用 AI 的风潮，总统赖清德参加电脑展览的时阵表示，要招厂商做伙来打造台湾，成做 AI 的智慧岛。我们大家共同打造台湾成为 AI 的智慧岛，会持续培养人才，不管是 ICT 产业的人才、晶圆制造的人才、半导体的人才，或是人工智慧的人才。为了实现台湾成做 AI 智慧岛，总统赖清德讲，政府会稳定供电，提供多元绿电，建立台湾的资料中心，嘛要建立超级电脑，培养相关的人才，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回答 NVIDIA 创办人黄仁勋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外界就关注回答按算要伫台湾设立设计中心，不过地点是也未讲明确。也那黄仁勋行去到丰北单位的时，也有甲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刘永伟做伙来宣布要伫高雄设立先进算力中心。回答创办人黄仁勋最近伫台湾造成 AI 的风潮。测试黄仁勋去台北国际电脑展览，引起台湾媒体的关注。未来5年，回答无摆拄伫台湾打造设计中心。Excellent engineers, great technology, excellent work ethic, great spirit. It's a fantastic place.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expanding our site here, and I'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finding a nice site. 黄仁勋讲，有关设计中心，希望伫台湾找到一个好的地点，为回答的员工打造美丽总部。嘛放出要招人的消息，按算会请至少1000个工程师。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县市的首长嘛向回答要求。产业的转型以及教育创新的密不可分，台北市都已经准备好了。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我们会把台南最好的一面，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提供给他们。黄仁勋扩展台湾的据点，唔那设计中心。当伊去鸿海集团下底丰北科技单位的时阵，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亲身来接台，因共同宣布讲，要伫高雄建立先进算力中心。Largest AI data center in Kaohsiung. The largest AI supercomputer in Taiwan today is in Kaohsiung. A company belonged to Foxconn helped us build the data center and host our supercomputer for us. NVIDIA 的伙伴要来高雄的话，我们都绝对的欢迎。高雄投资的先进的厂商，我们都附送3个船位。黄仁勋的行程是真晚，第一条开全球媒体问答会进前，一个关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主题演讲，两个人做伙展现 AI 的技术。If anyone here does not recognize this fellow, you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AI world. 讲到 AI， 黄仁勋讲这是新的世代，对黄仁勋伫台湾的布局，嘛搁一届互全世界看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印度的总理莫迪宣布大选胜利，要做伊的第3任期。不过，根据官方的资料，伊所属的印度人民党一届摕到240席次，对比2019年大选的303席次是大大减少。这就代表伊未来就要靠其他的政党支持，做伙来做内阁。伫选前，讲要甲543席内面的400席摕到，不过结果出来差真多。但是印度总理莫迪依然是摕到第3个任期。伊讲，印度选民对伊的政党，甲由伊所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拢真有信心。दुनिया के सबसे बड़े लोकतंत्र की जीत है。莫迪的胜选是印度第1任总理尼赫鲁了，第2遍有印度领导人摕到3个任期，也是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执政到即马，第1遍无靠着家己一个党摕到多数席次。印度人民党摕到240席，比2019年大选创纪录的303席少真多。也就是讲，莫迪将靠有党的支持，才有法度做内阁。对73岁莫迪来讲是真大考验。अंत में मैं आपको कह दूं कि इसको बचाने का काम हिंदुस्तान के सबसे गरीब लोगों ने किया है。虽然无顺势，不过莫迪讲会做到选举的承诺，将印度的经济自目前世界第5大经济体带到第3名，推动国防生产，增加少年人的就业机会，提高出口，帮助农民，为多拼这款责任。अब इलेक्ट्रॉनिक्स, सेमीकंडक्टर और ऐसे नए सेक्टर्स में और तेजी से काम किया जाएगा。那反对党是批评伊的经济表现有好有歹，施政两极化。批评人士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莫迪领导下白卡白手，伊用强硬手段压制政敌一个独立媒体，并且镇压无共意见的声音。印度政府是反驳这个讲法，并且讲印度的民主正伫咧蓬勃发展。另外，伫咧股市一直创新高的时阵，少年人的失业率愈来愈悬。因为经济繁荣受到好处的人只是少数，也有真侪人是真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咱的友邦海地互恶道掌控，总理互人逼驾落台。即马前总理康尼尔正做这段过渡时期的总理，伊答应会改善国家的经济甲制度，嘛伫咧2025年进前来举行大选。另外，因为动乱伫首都太子港国际机场是已经关2个月过啊，即马嘛重新开放，联合国的物资总算会当送到位。因为动乱甲帮派暴力影响的海地，伫总理亨利被逼落台了后，过渡委员会5月底任命前总理康尼尔担任总理。康尼尔伫初3宣誓就职。Au moment côté, j'aime te dire la dernière fois, des groupes politiques arrivent mettaient différents de côté, dans un moment où ils comprennent que l'intérêt supérieur de la nation l'exige。本身是医生的康尼尔，伫2011至2012年捌担任总理，后来担任联合国发展专家。2023年1月开始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拉美地区的主任。伊接总理了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甲过渡委员会讨论参详新政府的事项。康尼尔要进行改革，化解目前的危机，为2016年以来毋捌举行过的选举铺路。Nous comptons sur le docteur Konin pour mettre en place les politiques qui conviennent avec le Conseil présidentiel de manière à adresser particulièrement le problème de l'insécurité et également redresser l'économie du pays, réformer les institutions et arriver aux élections crédibles, démocratiques, libres à la fin de 2025。当时已经关2个月过，首都太子港机场嘛重新开放，头一批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送来的物资顺利送到位，随分配予善者地区居民。有报告指出，海地目前有500万人，差不多一半的人口拢遥寄失断，包括粮食、医疗这类物资，拢倚靠国际人道救援。不过当地暴力也是严重，太子港超过8成面积拢由武装恶道控制，谋杀、绑票、性侵事件真多。去年联合国答应派遣一个由肯尼亚领导的安全部队，不过到今嘛还未入去。康尼尔安怎互海地国际正常挑战真大？广西新闻詹慧敏编译。
来看北韩最近是利用掉拉萨米亚家规佮社会弹威胁南韩，所以南韩最近就宣布要停止2018年所签的919军事协议，要恢复伫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军事训练。因也打算月中要伫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北韩所造成的威胁。北韩这几礼拜对南韩一直有动作，南韩初时早起召开国务会议，宣布全面终止919军事协议，一直到双方中间互信为止。这份协议是由迄当时担任南韩总统文在寅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2018年两韩峰会所签订，内容涉及双方停止非军事区的陆海空军事行为。不过南韩指出，北韩早伫去年11月单方面跳掉协议，对南韩国防安全造成威胁，所以去年底南韩已经重新开始对北韩的前线侦察工作。 이러한 조치는 우리 법이 규정하는 절차에 따른 합법적인 것이며 그동안 9.19 군사 합의에 의해 제약받아온 군사 분계선 일대의 군사 훈련이 가능해지고 북한의 도발에 대한 우리의 보다 충분하고 즉각적인 조치를 가능하게 해줄 것입니다. 北韩顶个月2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失败，随后伫礼拜向两韩边境放260多粒的喷射气球，威胁百姓安全。30是向日本海海峡发射10粒低定飞弹，干扰南韩 GPS 甲专机航行。搁伫顶礼拜搁一摆的空飘喷射气球，累计达到3500粒。针对这款行为，南韩计划伫6月中旬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讨论北韩威胁和平安全、甲侵犯人权等问题。 I just want to remind you that Kim Jong-un,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himself announced the new concept, new policy. He said that he will regard South Korea as a foreign country and a foreign enemy, the most hostile foreign enemy. 南韩表示，美日韩三边合作会比以早更加紧密，以维护区域和平稳定。更加无排除中期对北韩的边境公布反制。有专家认为，北韩电视机动是因为统治正当性受到威胁，包括顶5月2日展开的中日韩峰会，甲这个时阵南韩甲非洲举行的多边峰会，拢让北韩感觉压力。公司新闻两岸编译。日本的交通性质。编译。 国际也有虾米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头先来关心，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的官员表示，总统拜登已经签行政命令，只要投入对墨西哥边境要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超过2500人，就会暂停受理庇护申请。不过，无人陪伴的囡仔，也有人口买卖受害者等等，未受到限制。 再来看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土耳其，因的外交部长去访问北京，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等等的官员来会谈，表示土耳其希望要加入金砖国家。罗西亚嘛表示欢迎，嘛会甲这项代志列入去金砖国家后一届峰会议程。 落尾是英国的高等教育调查机构表示，2025年世界大学的排名，台湾大学是咱台湾上好的大专院校，伫全世界排第68名，比去年进步1名，嘛是咱台湾唯一进入前100名的学校。 来关心前一阵啊，国会职权的法案争议，有真侪民众去立法院4号位啊表示反对，嘛发起和平的青鸟行动。全台湾拢有串联的抗议，落尾全世界关心这青鸟行动的人，嘛做伙去说美国是纽约时代广场的 LED 看板，紧伫昨6月初4这天，向国际来放送动画，展示台湾人团结守护民主的决心。 伫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伫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LED 扛棒报上的动画，以青鸟甲台湾乌熊晶片这款元素来表达台湾的意向，因也透过投票的囡仔甲彩虹这款元素来传达台湾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 发起这个计划，海外青鸟公马应援团表示，这个30秒钟的动画，伫6月初4这天，每5分钟就会播送一届，维持24点钟。另外，因也强调，这个计划是无代表任何个人，也是政党团体，是全世界关心青鸟运动的人共同打拼，向国际来传达台湾民主的决心。 继续来关心立法院针对着花东交通3法甲打诈4法，
立法院民进党团是强调，花东三法是欠缺财源甲欠缺评估的，根本就无法度来推动。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就呛讲，国道6号甲环岛的高铁拢是比较台湾高铁 BOT 案，政府唔免出钱。不过嘛，传出国民党团内底的意见是超白平，所以鲍坤基才改做讲有共识，才会继续来推动。3万、5万、8万、10万都可以定义，但是行政权在他身上嘛，他如何偏内，当然是他的权利嘛。所说并无法强制为之的。等待院长你最后说服柯总召，如果不能够说服柯总召，我们就进去表决吧。为了处理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条例修正案，调解协商针对是不是符合宪法个争论，那被以人数优势3道通过。补偿金每公顷为3万提高到6万，也是民代甲村里长补助费的法案嘛3道通过，包含增订村里长春节加发1.5个月补助费，聘用助理员额嘛提高，地下市议员至少聘用来人等，议员助理补助费甲为民服务费嘛拢调悬，增加弹性来改善过去低薪而造成的服务品质不佳，地方民代及村里长更多的资源，能够让人民享有更好的服务。行政院倒用台车衫请立委希望紧完成打诈司法审查，搁集中伫花东3大交通法案的攻防。这3个法案，那目前在裁员的筹措，在相关的交通评估都还付之阙如的状况之下，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窒碍难行。国道6号打通或是环岛高铁的兴建，都是比照台湾高铁政府零出资，反正我们党内一定会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共识，我们才会推动。每个法案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当然要互相沟通怎么讨论。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表示，打诈司法行政院版本有理绝对支持，不过规范不足的党团原有家己的立场。议会原定审查哪位提案，甲贵国文冲弄立法院秘书长周元来移送纪律委员会，不过韩国如何有调解唔通过头对立，该交调解协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推出打诈司法，要互中央有权来封锁诈骗的网站，嘛互警方会当调取用者的资料。不过，就民间团体认为，这寡权力若是无配套的办法，恐惊就会互人滥散来利用这款权力，民众的隐私嘛有可能会受到侵害。这几年一直传出诈骗事件，行政院5月初9推出打击诈骗新司法，透过立法、修法补破网。但是民间司改会甲部分民间团体指出，其中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温准政府紧急封锁科技网站，阻挡民众受诈骗。但是过去是冇发生过错误封锁网站的代志，造成误封的状况，它会导致于说一般人群在使用这样子的网络上会有实际上的困难。这种状况下，我们认为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也没有相关的救济机制。2022年Google Map 就被封过，就是被误封大家就去找为什么就发现它被放到那个黑名单里面。民间团体表示，会当理解打击诈骗有赶时间的需求，但是要求速度的同时，也要有事后审查规范甲救济机制。另外，亲像办诈骗案件，检察官办案有权去调通信使用者资料，若法警要调，就需要先经过法官允准。不过，通信保障甲检察法草案，和法警有权力直接调，免通过法官。民团认为可能侵害隐私。在要件上应该要再更具体明确一点比如说他在什么样的要件下，是不是有一定的犯罪嫌疑，或者是说他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说能够透过法官保留，也就是这个第三的中立机关来做审查。这个规范它确实是非常接近基层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直接调，当然是最快。行政部门主张打击诈骗要求速度，新法草案和法警有权力，亲像检察官同款，直接调通信使用者资料。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也认为，诈骗案定需要下关市追踪办案。这条草案对基层来讲确实真有利，但是民团指出，警察数量是检察官的60倍，安怎确保权力袂互人滥用，是所落来草案送到立法院了后要解决的问题。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根据刑事局统计，去年台湾防诈骗的金额超过88亿，创下历史新高纪录。为着要加强民众防诈骗的警戒，新北市的警察局有针对学生来宣传防诈骗的知识，嘛希望因会当传达给厝内大人知影。
学生囡仔提出手机发信息给厝内的人，但详细看内容写着投资稳赚拢是假的，爱注意。新北市警察局为着宣传反诈骗，想出由囡仔来发信息给厝内长辈的创意，来到新北中和高中宣传。学生讲，家己手机嘛定定收到诈骗信息，经过这个经验，唔来向厝内人宣传反诈骗，伊嘛想要将信息传给更较侪朋友，望减少诈骗。3不5时就会有，可能1个月就会有一通诈骗讯息。才会搬群，朋友，对，认识的人，希望大家不要受骗。警察局讲，这几年投资稳赚未了的诈骗增加，因发现其实侪受害民众拢是为着厝内人，尤其是囡仔的未来，才想要赚更较侪钱。所以因想讲，先让学生了解诈骗的手法甲危险，再由囡仔发信息给厝内人，透过时势去影响时代，强化民众对诈骗的警戒。过去我们将这个防诈宣导都放在这个有资产的人这个身上哈，但是其实我们发现他们是希望将这个家里的环境改善，才会想要去投资。所以我们这一次是透过家里的晚辈，希望这些长辈们能够听到晚辈的建议，每次如果接到这一种诈骗讯息的时候，能够谨慎的小心。根据刑事局统计，去年全台被诈骗的金额总共88亿外，创历史新高。新北警察局呼吁民众若有接到投资稳赚、交朋友等等的信息甲电话，一定要先敲165反诈骗专线，保护家己，唔通互人骗去。记者王考山、柯明哲新北报道。人口老化，即马老大人交通的安全嘛是引起关注。亲像新北市今年到5月15为止，车祸死亡的是老大人上济，有到16个人。市长侯友宜就讲，要改善老大人的交通安全是真重要的。民间团体嘛认为，除了爱甲无适合的驾驶淘汰以外，嘛得爱改善无障碍环境，让老大人毋免家己驶车、骑车出门就真方便。中华进前发生自用小汽车阻挡救护车的事件，委员公开了后，警方追查发现，驾驶是77岁姓林的阿嬷。阿嬷是讲，迄个时阵伤紧张，毋是故意，不过也是去互警方依法开罚，嘛凸显高龄者交通安全的问题。新北市嘛公布，今年5月15为止，死亡车祸都以高龄者上济，拢总16个人。高龄者的肇事仍然是重点族群。大安小组已经着手了解、统整所有防治计划。后续对高龄者的交通事故，我们会做好整个防治的这个作业。根据交通部的统计，最近3年65岁以上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伤统计，死亡人数为111年的1283人，到112年1277人，小可降低。不过受伤人数有相关的趋势，为63767个人增加到71754个人。今年1月至3月，嘛比去年同期增加597个人，差不多3.3%。113年1到3月全国高龄者的一个受伤人数部分到目前为止是总共增加了597人，总共增加了3.3%。死亡人数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减少7人，有减少2.2%。民团认为，为交通部的统计数字来看，高龄者车祸死亡人数以骑机车甲行路人上济，占7%以上。若是要改善高龄者的交通死伤问题，应该先为骑机车甲行路人做起。希望说，可以打造一个良好的驾照回训制度，从设施就是步行环境开始打造，还有良好的公众运输，让他们可以透过双脚跟公众运输就可以自由的出行。吴以前嘛点出降低高龄者交通事故的风险，除了淘汰无责任驾驶，也希望完善基础建设，建立无障碍、无阻碍人行道环境甲公共运输，让高龄者无需要使用私人载具，像讲汽机车，就当安心出外。记者综合报道。在台湾，平均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有结石，所以高雄市立大东病院甲中山大学有合作，研发 AI 遥指结石的体检系统。若是输入患者的尿甲血检验数据，就会当知影身体内底敢有结石，正确的比例有到90%。护理师伫咧甲民众抽血，等下我验尿。这若是一般健康检查的流程。即嘛有一寡资料，也当随知影家己敢有结石。这套大东病院所研发的 AI 遥指结石体检系统，只要输入病人的身悬、体重、尿甲血的资料，系统就会精准的判断病人敢有遥指结石，正确率有91%。即嘛系统才用1礼拜就找到8、9位结石的患者。
抽血验尿，我们用这些最基本的一些项目输入到我们开发的 AI 的这个软体里面，我们就能算出他体内有没有肾结石的几率到底是多少。泌尿科学会统计，台湾10个人内面就1个人腰子有结石，查甫人的比例比查某人加2倍。比以前患者若有结石，拢是等到会痛去看医生才知。即马中山病院甲中山大学做伙研发这套 AI 腰子结石体检的系统，就让体检出可能有结石的患者，量早治疗，减少病人的病痛。高医体系总共大约8000位左右的病人来建置了我们的资料库。那利用这个资料库呢，我们可以及时的把病人的数据输入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得到肾结石。但何伟医生讲，这是全世界头一个运用 AI 科技来体检腰子结石，即马也得到欧洲泌尿科医学会肯定。在全世界6000篇的研究内面，但何伟是亚洲第一个摕到临床上有贡献奖的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恒春半岛附近的海域最近受规大阵的鱼缸龟仔伫咧海里游，吸引真侪畅水的游客去欣赏。不过，嘛有人发现到当地渔船最近受掠9吨外的鱼缸龟仔。专家就表示，这款鱼仔毋是保育类，不过嘛袂使掠甲伤济，所以建议政府爱公开资讯，嘛爱研究看敢有需要管制。真侪鱼缸龟仔正经济向同一个方向伫游，那亲像风暴同款的景象，本来是敢国外才看会到。最近热天伫屏东恒春半岛即块咧，我哪看会到。纵观的画面，国家鱼缸龟仔毋惊人，创作的人真介意。不过鱼缸龟仔嘛是真正快，会当食的鱼仔之一。去那个定置网场嘛，说今天渔获比较多，说大概会有9到10吨的渔获。进港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画面，它也算是一种潜水的明星物种。渔民的话，当然进他们的网子不抓上来，好像也很奇怪。鱼虾吨龟只船详细看，差不多拢是鱼缸龟仔。将面带车伊甲插城海口港的渔船用烟仔잔掠差不多9吨鱼缸龟仔的相片放伫网络顶，引起网友对这个敢会掠伤济。专家提醒，目前是鱼缸龟仔大量出现的时阵，若是用网仔围猎嘛是爱小心的。这个季节本来就是牛港生为主，其实凡事有度就过犹不及。就像台湾的那个飞鱼，大家一直吃，本来以为都没什么，那个黑鳍飞鱼完全都看不到的，抓大放小，就是适量就好了。鱼缸龟仔上大尾有大人悬，2017年有钓虾人伫后壁湖钓走名青鱼缸龟仔鸭鱼，引起争议。即马渔船大量围猎，佮互海产甲海洋文化上重要的争论。学者建议，鱼缸龟仔虽然毋是保育类，无掠的限制，不过渔业署会当公布掠量的资讯，为产量变化去观察是毋是需要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康榜来看，为着要推动台语家庭的教育有愈侪选择，台语乐亲子乐团有推出新的台语录音乐册，用因创作的16条台语囡仔歌，互囡仔会当哪唱歌哪学台语。看到土口有几若只豆仔，所以我用猫仔话甲讲不爱互你食。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猫仔话这条歌是台语乐亲子乐团创作的台语囡仔歌，乐团的成员是台语共学团的家庭组成的。为着要推广台语，世界表演办活动，今年因也推出第2本台语录音乐册，算看卖。内底拢总收16条歌，配合歌词画一幅主题图，互囡仔学台语词。笨色烫，抗议。只要对图样直接试落去，就会当听到台语发音，而且佫是找囡仔来配音。乐团的团长阿英表示，其实音乐册是真侪家长斗出来才有法度完成的。阮伫咧摇架的过程当中，又佫发现讲，台语的资源足欠缺，所以阮就家己每一个人出家己的才能，像我是较会晓音乐，我就加写一寡歌，做一寡编曲，有的人较会画图的，有的人较会做计划的，反正就是大家做伙来完成这个任务。配合16条歌，参主题情景，要带囡仔学生活中常用的台语，亲像走开的驾驶、过车路爱看的交通标示等等，佫会当学算公路另有偌侪铁马。体验过的家长表示，互囡仔听音乐学台语，其实效果真好，毋免点特别嘛真方便。
伫市面上无看到即种教材，大部分拢是爱有点投币，啊无你就是爱用手机啊扫迄个 QR code， 啊你为啥囡仔会甲你讨手机啊去扫？啊你阁无想要互伊耍手机啊话，就恁就会无欢喜。啊伊这用手家己就会当使用是做直觉，而且因为伊有歌啦，伊的歌阁足好听。目前音乐册出版进程伫咧网络募资，截至第4天已经超过目标金额的5倍，会当看出台语家庭追求多元教材有真强烈的需求。乐团表示，过来9月因嘛会办音乐会，嘛希望去因济亲子家庭做伙来行台语路。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天气玻璃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2度至26度，中部地区22度至28度，南部地区24度至30度，东部地区22度至30度。一个外岛地区21度至27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